后来，伫这个桃园机场做春节工40外岁这个太太确诊为着病毒，因两个囡仔一个是读国小，一个读高中，这两间的学校接到消息，马上来启动着预防性停课的措施，紧急发出着停课的通知，这个学校嘛展开着大消毒。 透早上课时间，要过校门无开，因为这间高中有学生是昨暝较真的机场清洁工的亲情，两人住同一栋无共站，要过学校唔敢大意，决定先预防性停课一天，并且马上通知学生甲家长，要过以为有人无收到通知。谁每天会去看学校官网讲什么？好啦，我的问题啊。结果学校才发现停课，只好先转去校园内嘛进行全面的消毒。4点过后。 进行全校大消毒，动态行进的一个范围，我们也会做一个清消。同学，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不用上课吗？不知道。另外一件受到影响，国小校园内医院有一寡家长带囡仔要去学校，因为学生是确诊者的亲人，两人住做伙。虽然采检的结果是阴性，不过校方医院是提高警觉，除了全校预防性停课1天，这名学生的班级是停课7天，因为是临时停课，家长嘛唔知影要安怎较好。 如果延长就要找人带小朋友。如果学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带过来是最好。先集合在一个固定的地点，由那个警卫量测体温、监控之后，等待老师，然后再带回教室。 学校替这家长想办法，会使安心去上班。市政府的环保局，这是伫这2天内会对2间学校进行全校的大消毒。